高雄民众牵带路狗要去伊斯兰教餐厅食饭，不过店头家因为伊斯兰教教义的关系，无互狗仔入去餐厅。高雄市社会局今仔日去餐厅辅导业者限期改善，不过店头家是真无奈，希望大家会当尊重宗教的文化。 社会局警员来到这间回教餐厅，甲头家了解规个事件规定。原来只是中昼一个查甫人甲朋友来餐厅食饭，因为伊有带狗仔，头家念伊说明无开放互宠物入来，所以来查甫人才讲是带路狗。虽讲带路狗毋是宠物，不过因为回教教义的规定，头家也是请其甲狗仔绑伫门口，嘛替对方安排较方便的位置。落尾查甫人就离开，嘛伫网络顶表达不满。 头家强调，伊无拒绝对方入来食饭，因一家伙仔拢是虔诚的回教徒，希望大家会当互相尊重。明确的把那个经文已经发给他看，而且是中文解释的，是古兰经第几章第几条文里面有写的，已经发给他看了。那他回复我们也确实他觉得是认同的，但是他后面写的评论就是，我觉得就是欠妥的。 高雄市社会局27专工派人到餐厅辅导业者，主要是根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，带路狗是当去公共甲营业场所。社会局表示，会限期业者15天来改善，若无相关会当罚5万块。合格的导盲犬及训练犬是可以自由进出公共场所、公共建筑物营业场所、大众运输工具及其他公共的设施。社会局接获通报，会主动辅导。 因为宗教坚持说公投诉，业者是真无奈。当事人朋友是讲会尊重，不过未过去一间餐厅消费。法令规定，甲宗教有冲突的时要安怎处理，需要相关单位好好来思考研究。记者柯家如、顾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